近日咧，市值400億嘅毛巾帝國傑麗雅響40週年慶上邊，因為一張大合照就直接上演咗溏心風暴，全網一下子個個變晒福爾摩斯。原來咧呢個大品牌嘅創始人石昌佳今年75歲啦，佢前後娶過2個老婆，各個老婆都生咗個仔，大仔就比細仔足足大咗20歲。咁一開始嘅風波咧係因為個老豆娶個老婆就叫張曉梅，個大仔咧個老婆就叫張曉燕，個名爭一個字，大家咧以為係咪父子同娶一個姐妹花，婆媳變姐妹？但係你估豪門點樣辟謠佢唔係通過法律途徑，佢係直接咧將一份2個人嘅 DNA 鑑定鋪咗上微博，白紙黑字寫住張曉梅同張曉燕為無關個體，仲要將嗰啲結婚證、出生證鋪晒上去。個張曉梅仲放出話嚟，邊個惡意傳播謠言，損害個人名譽，告到你甩褲。總之咧，真係比溏心風暴仲要精彩。咁呢場大龍鳳背後咧，其實就係呢個豪門個大仔作為董事長咧，係冇乜股份又冇實權。咁最後咧，俾個老豆安排去管工廠，個細仔咧響英國留學翻嚟就成為大股東，掌握晒實權。一家人咧持股就超過80%。咁咧將呢個毛巾公司咧轉型向電商發展，營業額就從2億做到40億。個長子的孫咧就俾人哋稱為毛巾少爺啦，呢個石展成講出都令人心痛。明明係董事長嘅大公子，結果咧大合照企埋一邊咋，凄涼過隻鷯哥。你估佢認唔認命啦？我覺得就唔會啦。咁呢位少爺咧，雖然持股係17點幾%，但係人家咧就行網紅路線，自編自導自演《毛巾帝國》呢個短劇，上演一出廢柴少爺逆襲，跟住仲叔侄奪權咁嘅豪門爽劇噃。大家都話其實佢拍呢出就係佢屋企嘅真實寫照嚟嘅。咁網傳佢一個月帶貨500至1000萬，佣金淨係得1%。佢話連社保都要自己買你話可唔可憐啊？咁究竟佢個大仔係自己主動退出幕後，將個經營權交俾細佬一家去經營，定係自己身不由己呢？中國人一直有將家族生意咧傳俾長子嘅傳統，不過咧傳俾一個比長子更有本事嘅細仔咧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不過咧，陳律師就話，既然係豪門幾百億嘅身家，點解唔提前用家族信託或者相對公平嘅嗰啲股權架構，將家族利益再平衡一啲，而唔係一邊倒呢？講到底，財富傳承咧真係唔係 TVB 劇本咁簡單嘅。傑麗雅呢場大龍鳳睇完喺咁嘅股權結構下咧，將來爭產風波咧，似乎係不可避免嘅啦。咁係咪會中咗中國人富不過3代呢個魔咒呢？其實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呢一場豪門嘅真人秀嘅。我係專注財富傳承嘅中美跨境陳律師，有乜唔明私信我，我有工具可以讓你富過3代。